其实人就是一个差别这个无共款，就是各守其位这个就是各守其位的艺术夫唱妇随阖家乐每一个查某人伊有一个一定之间都无共款，查某人嘛是共款，这内底要安怎标无一定有的人是男主外女主内，有的人是女主外男主内不一定咱知影的咱拢听过知影讲一阴一阳谓之道一阴一阳谓之道。咱知影讲查某的人是偏是阴查某的是坤是怨你甲我合起来，才是阴这是这个观点咱拄仔前面讲的无啥共款这个观点就是要甲咱讲夫妻真正和好的话然后才会当赢这真正夫妻真正和好的话就是真正咱透露说过一阴一阳谓之道，真的是达到这个达到来坤地这个坤地就是讲这个兄弟兄弟咱知影讲兄弟之间其实一个竞争，咱为什么讲竞争是天性咱两个查囝这两个查囝其实今年两个有差3岁伊来拍一个，这个就要拍落去，这个要吊一个，这个就要吊出去就对啦。我袂听讲这个鸟伊呢，之前咱大汉的鸟伊呢，迄个啥欺负就对啦，欺负到尾嘛是共款，就是讲安尼甲伊拍落去为什么？因为求啥物？伊是求一个公平嘛。咱知影讲这个大汉的出生的时阵每一个人的一个关爱的一个眼神，拢是伊的身躯中身躯所以咱讲这个大汉的最阿公阿妈爸爸妈妈都是在听这个大汉，敢是安尼？都这个咱真正问过的，真正是阿妈讲我的这个大汉是我的都厉害就是因为安尼这个大汉囝伊是一生出来啥物拢会对伊根本毋免讲好，你慢慢用啥物毋过第二年一出世就无共款第二年一出世哇，一个人开始来帮我分享面子所以这个竞争就开始出来开始就要求这个公平慢慢咱大汉的时阵，本来是爱物件的，即马就爱钱所以足
道为平，小人同理为平啊。这就是讲，君子之间咱拢总是以德为主所以互相吸引可是呢，小人就不一样了咱以前的时阵，酒肉朋友一大堆，唔过呢，结果钱就无啥物朋友因为伊的一个出发点就是这个你对我有帮助、有利益的，我才会向你交往伊是有目的性的那咱讲朋友关系朋友关系伊嘛是真道朋友友信是德。拄则讲明讲道，其实伊就是一自然的一个规律咱会当按照这个规律去行，其实就是引导。咱来一点咱来看，囡仔细汉的时阵囡仔咧幼囡仔咧细汉的时阵，喙讲我爸爸讲我妈妈讲是毋是？伊喙就讲我爸爸讲啥，我妈妈讲啥。咱读幼儿园的时阵，讲啥？我老师讲即摆爸爸妈妈就会晓念了等伊即个国小、等伊国中的时阵，我啥讲？对啊，朋友讲，大家拢知影，这咱大家拢是过囝咱就知影，这是已经自然的一个发展咱做爸爸妈妈的人嘛，免为啥物讲囡仔会青春期这就是咱有时阵讲囡仔青春期伊是寻求一种独立，寻求一种认知。伊即摆伊甲囡仔啥物拢要依靠，依赖爸爸妈妈，已经无共款伊家己的想法较固化所以青春期的一个囡仔，咱之前有一个朋友，伊讲因囝细汉的时阵我足黏伊的啦咱一支喙咱的话拢吐袂去就是毋过呢我踮高中的时阵变成一支的阮两个去食饭的时阵有无？讲2点钟的时间，拢是拢无话。你甲因囝问的时阵，两字拢无要讲就对啦，硬讲拢无要讲啦。为啥物？这嘛是已经自然的一个发展因为即当时爸爸妈妈对伊来讲这个重要性已经慢慢降低落来所以呢，伊要寻求的一个归属感，是伫伊的同伴之间所以即当时有一个查囡仔真大方，伊妈妈知影讲查囡仔爱水，就甲伊讲点点鱼你煮的时阵就拢当煮较清淡，你爱点正大即个查囡仔拢无要插伊正咱食到煮就对啦。结果呢，上到高中的时阵为啥物？同我比赛了为啥物比赛？因同学讲一句话伊讲你会当较瘦的话你敢做水只听着安尼尔。因同学咧甲讲，减肥减阮弟500公斤，伊400公斤。所以即当时其实即个同才之间其实是讲话的一个力量是变较大所以即当时咱爱顺势这一个自然的一个发展，咱袂有这个思维心唔免想远这是不自然的一个情况。即当时咱知影，你选的朋友足重要所以平常咱就爱家己训练啥物是好的一个朋友，啥物朋友袂当交，这咱就爱甲讲毕竟你选择这个朋友的时阵，对他知影点样选朋友友信朋以有信，情以通这样其实嘛是讲着讲，朋友之间其实是讲着这个信用的，咱袂当因为两个人交情好以后，咱就变成心态，无就信用，无尊重安尼的话会愈来愈熟稔真理愈来愈薄因为你可能对我
什么就留意，来，本文来，地名用三者，天下之大地，所以引起也一样，地即大家，这个地，这个地其实呢是讲到心之因为这个地是讲到咱的一个良知甲良民真正正的地位伊毋是因咱的知识毋是讲咱看出侪册读出侪册咱的知识出侪，安尼毋是咱知影讲地。要讲食第五轮就是我所讲的一个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咱伫即内底咱真正伫相处的时阵真正有足多的一个妹妹甲家的真无拄好一个家庭的破裂咱拄着迄个问题的时阵咱要安怎来做一个处理？就是以这个三大德来做一个处理所以咱讲这个地名用必须伫这个五伦的境界内底来修这个五伦是主三大德是体主客无啥共款的那伫这个地刚刚有写着讲。心之因为无地不能失于理那咱遮人咱知影讲，咱每一个人，咱的一个良知，每一个人拢总是有的。毋过呢，咱的气运所趋，无有所变所以变成咱武力，变成讲咱白色是白色去以后咱就做的一个贪心气那如果呢，咱会将咱的无明，将咱的一个贪心气，拢家己收掉以后咱的良知良民，咱就显现那咱的良知良民显现以后，咱的名甲咱的用，自然就会产生所以这个地排伫第一位排伫第一位那么，这个地位就是讲，伫这五伦内底，互咱知影讲发生代志的时阵咱地位知影讲为虾米会发生？这是一种因果的一个关系那咱是知影讲会当了解，彻底了解讲为虾米讲这个问题的产生是啥物原因，咱就会看到这个问题的所在例如咱讲到这个父子有亲这一轮父子有亲这一轮咱每一个人咱嘛拢知影讲，父子一定是要讲亲咱会当凊彩安尼，就是讲安尼去发脾气像咱后学，咱就讲咱迄个老二做古堆的咱迄个老二世间做古堆的，脾气就歹就对啦脾气就歹就是讲，伊即马3年3年较乖较乖毋过伊1、2年的时阵尤其这个幼稚园要转来这个小一的时阵真正讲恢复好品质啦回家咱真正感觉讲生这个囡仔真正是来讨债的，来甲人活的就对啦。为虾米？你这个囡仔真正咱读册第2到第2个礼拜国语读这个小学，我去人国这是真查甫的呢，佫毋是真查囡仔呢所以老师打电话来咱做去甲人对方的一个家长，做去读培训的我讲一句我讲一句来应一句就对我大声比我较大声我袂赢我的时阵，你就用吼的我毋是吼的一下就煞，吼安尼要吼要看咱互咱真正互伊
吼，依旧存在里面。咱无法度真真正正吼，用咱即个珍珠啦吼去做一个对比啊。所以变卖你一生气，我不生气。所以我先生讲，你大家去欢喜。为什么？伊变卖咱讲吼，伊讲一句，你讲一句，伊应一句。伊生气，你讲不生气，你敢有感觉讲你变卖你大家拢安尼？伊讲你敢若在欢喜共款，你演得上重呀。我先生甲我安尼讲，后续安尼讲。后续吼，迄时阵咱拢无体会。无体会啦，因为咱你嘛会想话，就是讲，即个囡仔吼，遮细汉啊，脾气遐尔歹，我无甲压落底啊吼，伊大汉以后啊，吼，即出去，你真正吼，互人欺负啊，疼疼，咱你嘛会想话，拢是安尼吼，咱嘛想讲吼，这是即个囡仔的问题，毋是我的问题，咱都是真正拢安尼想，毋过慢慢，拄仔你买我倒有哪有一寡契机啊？一些契机啊，咱无法啦拄仔看着阮说，咱无法咱常去讲嘛咱看着阮零极限的册啦即个零极限啦讲的就是讲，有一个小兰博士伊讲当咱真正会当修甲咱的自身拢真圆满以后咱所发展出来一个智慧。是无遗憾的我总是自信的一个法乐，自信的一个显示所以伊遮其实就是讲着啦不管你遇到任何一个困境，任何一个痛苦，任何一个困难其实这拢是你对世以来所做的行为你一定是对不起所以即世人你爱行义你起码你就是爱答应这个责任，你爱做一个改变，所以伊讲你就是爱用四句话去做一个清楚，做一个清楚伊这四句话就是对不起，请原谅我，这句就是忏悔，为什么这个是呢？因为对世以来伊可能咱就看伊无顺眼，咱家己去感谢咱甲伊也无熟悉。咱有熟悉请伊原谅咱嘛。即世人，咱为啥物爱甲做些为什么爱甲做些？因为伊是咱的贵人呢。伊即世人来到咱的一个互咱消减呢，互咱提升呢。所以咱爱甲伊讲谢谢，我爱你，这是应感恩呐。那如果讲咱会当真正确定这个心，这个道心家己提出来，去忏悔，去感恩的话咱的内心伫这五轮内底咱真正慢慢，咱会修甲愈圆融咱无法就是真正的，咱真正拄好看着即句话以后咱就爱当时真正就爱心就爱是真了咱真正彻底去忏悔咱真正就是真正对不起，所以即世人免来遮甲我调侃，感谢咱的。